餐厅里，料理讲究黄金比例，炒在锅旁的调味料得用上厨师随身携带的秘密武器。这全部有趁功课在办的。因为人的味蕾会改变，做菜不能光凭感觉。东方料理最难做到的就是标准化。老板娘张妈妈硬要改变，做到锱铢必较。非常要求，因为我常说一菜要一味，百菜要百味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只有辣，辣到人家不知道你的口感是什么。吃饭你要看，我桌上只要20道菜，20道菜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所以让客人吃不腻。台湾远近驰名的麻辣锅，从这一家店的毛肚锅发迹。麻辣美食的鼻祖，倒不吝啬公开秘方。可以敢来，台湾没有，我们直接都要进口进来。小小一包配料内含10种药材，比例、食材的搭配都要规格化。发展出中央厨房是坚持之下的创新。我们不能给别的菜去打垮我们中国的菜。这几年的趋势是慢慢被取代掉，所以当初我做中央厨房的概念是从这里来的。不让川菜在8大菜系中相形失色。张妈妈说自己到处吃，到处做功课，时时刻刻修正自家产品。所以你们现在不是只有固守川菜而已，你们连素食的市场都顾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拌面就是这样。对，其实这乡村拌面好吃哦，好吃，因为就不会说一直吃素的人都是吃一些再制品，对。非常棒，是改一些的。老板说叫我多吃一点，我说安内出拉嘞，这样就够了。老店如何站得稳？张妈妈以干妈店和便利商店做了巧妙的比喻。她说必须随着市场灵活应变，否则就被淘汰。而跨过60年，她最自豪的就是这一路以来她的研发和创新能力。是改一些的，安内出拉嘞，是改一些的，安内出拉嘞。